这个鸟禽实在是太高水了，莫怪会将做中国的外交大赛。讲上早，东条的武则天就要将2只鸟禽送予日本天皇。华视新闻嘛，找到当年到这个中国四川，甲团团圆圆接来台湾的台北市动物园的前园长叶继生，咱做伙来回顾这段历史。民国98年正月7，团团圆圆头一摆甲台湾民众见面，就引起旋风。台北市立的动物园，逐天拢有真侪参观的人潮。就是它长相很萌，因为你看那2个黑眼眶。叶继生当年是动物园的园长，去四川将鸟禽接来台湾。你无看唔到，去到中国训练鸟禽，杀囡仔车，分喇叭牙照脸，甚至带鸟禽马戏团去各国表演，表达友好的关心。听讲东条武则天就将2只大鸟禽送予日本天武天皇，因我是历史上上早的鸟禽外交。1941年，中华民国政府伫中国时期，嘛送美国一对大鸟禽，对美方救济二战难民表示感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，前后有苏联、北韩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西班牙、墨西哥等9个国家接受赠送的24只鸟禽，一直到1982年，伫全世界保护要绝种的动物的呼声下。赠送的动作才改用做就模式。保育的这个地位，世界级的这个立刻就跳到这个第一啊！一对是100万美金。台湾虽然无鸟禽，也阁嘛有真侪国宝动物做外交，像2008年就将一对山羊啊、甲梅花鹿回送予中共。穿山甲它就有那个鳞片龟甲一样，所以那个到德国去那是轰动的不得了。虽然政治局势一直改变，也过动物却是无分色水，因天真古锥模样，是上赞的外交大神。